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日就是介绍的绍，读书要绍第7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绍本地意思是诗条，有小接、小俗、白案的意思。换看来讲，就是小帮赞。咱知影讲绍兴酒真出名，较早嘛有人讲是黄酒，其实较早绍兴醋同款嘛是上等醋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，看起来同款，要过论真讲也是有淡薄仔无共。头一个读做介绍，这是有引荐的意思，或者是讲做中人看相方熟悉，或者是引进互人认捌新的物件。第二个词读做小解，有的字典解说讲介绍就是小解，意思同款。要过有的字典讲到小解这个词是为日语来的，有的人是专门用来讲做中人、替人引进的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阿明买厝找卖厝中人，小解优质的产品给伊，替伊来介绍附近的生活环境，条件拢给伊真满意，符合伊的需要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绍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